喺創業過程之中，知道自己到底中意啲乜嘢，真係非常重要嘅。嗱，你擅長做啲乜嘢呢？會決定咗你喺呢個行業上面到底可以做到幾好啦。你中唔中意呢一個賽道，同埋中唔中意呢個業務呢，就能夠去幫助你喺低谷之中咧渡過好多嘅難關嘅。嗱，咁大家自己撫心自問啦，喺人生嘅發展路程之中，到底係順境會多啲，定係逆境會多啲呢？其實咧，除非你係一啲非常之幸運嘅人士啦，你會發現大部分情況之下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無論你做啲咩嘅行業都好，你好有機會咧喺創業過程之中會遇到經濟下行啦、市場嘅變化啦。咁即係話，其實呢件事你係一定會遇到嘅，呢啲障礙同埋風險咧係一定會遇到。如果你本身唔係中意呢個行業嘅話，你就會因為遇到障礙，佢已經唔再係最性價比高嘅一個賽道，於是乎你就會轉賽道啦，或者係放棄呢個賽道啦。久而久之，你冇辦法喺一個業務之中咧係累積屬於你自己嘅優勢嘅。所以咧，無論你係想做咩行業都好，第一個嘅判斷標準就係到底你對呢個行業有冇興趣，同埋中唔中意。嗱，如果你唔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啲乜嘢嘅話咧，創業家有一個新嘅系列嘅課程，叫做內在升級轉變訓練營。第一，誠意推薦大家一定要睇一睇，佢會話俾你知到底乜嘢叫做我想要嘅東西，同埋你點樣揾到我想要嘅嘢。